Hello，日日塔羅歡迎你呀！今日嘅你處於一個極高運勢嘅狀態，似乎做乜嘢嘅決定，做乜嘢嘅事情都會好順利地去開展，簡直就好似你心入面想要嘅嘢都顯現晒喺現實上面啦。水晶卡嘅紫拉長石話呢個時機你可以好好去開發屬於你嘅潛能，敢於利用呢一刻去踏出你嘅舒適圈，激發你一直潛藏嘅潛能啊！而水晶卡嘅土耳其石都提醒你帶住好奇心去開創。當你懷住好奇心，自由咁去探索、體驗生命真正嘅神奇。今日好適合去做一啲利用運氣去做選擇嘅事情。你會發現，原來自己係一直被眷顧着，亦都被眷顧住，有好多嘅機會去幫助你實踐你心目中真正嘅理想未來啊！積極啲去利用今日嘅時機，去累積對自己嘅自信心，相信自己內心真正嘅力量，可以引導你去一個合適同埋最理想嘅人生啊！祝福你一切順利啊！